好，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埔的警方临检，有一个驶白色命令的这个男子，惊家己有派案件去互通缉，所以先惊讲要配合，刷来找到机会，车驶的就落跑。这个过程中，过来冲弄警察，搁一直来叫垃圾话，上尾啊，互警方喷辣椒水，压制逮捕。警员喇叭试无停，不过这台白色轿车煞走互警察绕。落下！落下！落下！警察驾车，大声喊落车，但是嫌员就是无要配合，最后一落车竟然还阁错啦！逮捕！快攻！警方发现伊毋若正向，还阁红灯正越，看到警车无停，才会通报警网，拿走围捕。但是到底为虾米要走呢？本身他以为他有案子可能遭到通缉，所以说他心虚之下，所以逃逸。你我跑，卖我用哦，我跑了。最后嫌犯被判嫌正罪，被警方压制逮捕。大会警局一查，才发现讲根本就无被通缉，只回拒绝检测，被开交通违规罚单，而且嘛被以妨害公务罪嫌，函上法办。